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海岸超人頻道啊！今日會同大家講解一下黃金海岸未來嘅交通配套。未來20分鐘由黃金海岸可以去到中環 IFC， 港鐵4個站可以去到深圳嘅前海商業區，同埋有沿海嘅單車徑，由黃金海岸揸單車去荃灣。首先就由港鐵開始講起，政府已經移建一條新嘅港鐵線。呢條港鐵線呢，東邊連接咗港島嘅香港大學站，北面連接住洪水橋站。屆時3個站可以去到港島嘅香港大學站。另一邊由黃金海岸出發，1個站去到洪水橋，即係北部都會區。北部都會區接住嘅話呢，3個站就可以去到深圳前海嘅商業中心區㗎啦。喺途中亦都可以見得到。至於呢個黃金海岸站喺邊嘅呢？就係喺依家你見到呢一個位置，大概係愛琴海岸對出呢一個位。其實政府已經預留咗空地攞嚟興建呢一個新嘅港鐵站㗎啦。佢嘅旁邊就係遊艇會啦，同埋黃金海岸商場。嚟緊黃金海岸商場亦都會擴建嘅。咁而到時咧，除咗黃金海岸同埋愛琴海岸呢啲老牌屋苑受惠咧，新盤例如帝灣居步行去港鐵站3分鐘，黃金海灣帝御8分鐘，Oh My by the Sea The Canal 飛揚大約15分鐘就到港鐵站㗎啦。除咗港鐵咧，我哋睇睇政府最新亦都係文匯報嘅5月29號嘅新聞裏面咧講到啦。除咗呢個港鐵咧，嚟緊亦都會有11號幹線嘅。11號幹線咧，亦都係即將咧就會開始動工㗎啦。11號幹線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喺影片一開始嘅時候講到啦，點樣可以20分鐘可以去到中環嘅 IFC，15分鐘去到 ICC 咧，就係呢一條11號幹線啦。見到藍色線就係指住掃管笏嘅連接路啦。而家你途中見到嘅藍色線咧，亦都係兜出嚟呢一個位就係黃金海岸嚟㗎啦，就係啱啱遊艇會嗰個位置。咁由黃金海岸出發咧，見到右邊咧係去香港九龍嘅方向，而上面就係直接往深圳灣前海嗰邊。我哋而家去邊睇一睇政府嘅宣傳。長大約4.2公里嘅藍地隧道，一出隧道就去到掃管笏交匯處。咁到時由黃金海岸出發去深圳灣前海等等嘅地區，只係需要15至20分鐘嘅車程。到時啦，亦都會有新嘅巴士轉乘站連接市區唔同嘅地方。黃金海岸一帶嘅居民亦都可以去呢一個轉乘站度，或者直接喺黃金海岸度搭車去唔同嘅地方，包括深圳灣、前海一帶同埋香港、九龍等等嘅地方。穿過隧道就會經青龍頭交匯處去到青龍大橋。咁而呢一個青龍大橋咧，佢係第一條香港有嘅8線行車通道嚟嘅，咁會大大縮短咗去唔同地方嘅時間啦。到時去中環只需要20分鐘，去 ICC 亦都只係需要15分鐘嘅啫。咁除咗公共交通工具，包括港鐵啦、巴士嘅連接啦、揸車嘅連接啦，嚟緊政府亦都已經移建咗一條新嘅沿海單車徑，由黃金海岸一帶一路去到荃灣嘅。咁出發嘅地點咧，見到係青山灣啦，連接住加多利灣呢一度會有一個沿海嘅單車步道啦，然後一路連接住咧都係一個沿海嘅單車徑嚟嘅喎。咁呢一度咧啱啱係講過啦，呢個咧就係嗰個新嘅港鐵站預留嘅位置啦。我哋睇一睇呢一個黃金海岸嘅海岸線有幾咁長、幾咁靚咧？沿住海邊散步或者單車徑起好之後，沿住個海邊踩單車，見到嘅就會係而家眼見嘅遊艇會啦。而家左邊見到嘅係愛琴海岸，右邊嘅係黃金海岸。前方係一個新盤叫做帝灣居。見到嘅係春和海景花園同埋黃金海岸酒店。依家前面見到黃色布嘅地盤就係新盤黃金海灣。前面而家再見到嘅係愛琴海岸，再前少少嘅係新盤帝灣居，右邊嘅係黃金海岸同埋龍珠島。咁而呢條單車徑佢嘅全長係22公里。如果由黃金海岸出發嘅話咧，唔夠20公里就去到荃灣㗎啦，大概1個鐘左右啦。
沿路一直都係沿住個海駛㗎啦，見到途中都見到㗎啦。咁咧會見到欣澳啊、大嶼山啊等等呢啲嘅風景啦。除咗海景啦，中途咧亦都會經過唔同嘅沙灘，亦都會經過一啲小型嘅商場，可以做一個補給站嘅。而政府嘅設計裏面咧，喺單車徑嘅中途，亦都會設有呢啲中途嘅休息站嘅。咁好近，開始近咗呢個汀九橋嗰邊啦。其實咧個海係真係好靚㗎，只係咧我都覺得大家好似睇慣咗，我自己都睇慣咗。咁樣中意踩單車嘅海岸超人們咧，到時就可以踩單車1個鐘左右就已經可以踩到去荃灣西㗎啦。好，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咗未來黃金海岸嘅地鐵11號